腳板禪係一個能夠有效幫助你喺受到情緒困擾嘅時候，將心神帶返去當下此刻，讓你覺察到身體感覺嘅一個練習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請你企起身。如果唔得嘅話，你亦都可以繼續坐喺度。如果你選擇企起身嘅話，腳企到膊頭咁闊，手放喺身體兩旁，留意一下你腳底掂到地下嘅感覺，感受下自己同大地連結嘅感覺。留意一下你腳底嘅感覺，可能係熱，可能係凍，或者有啲濕，有啲乾。可能你留意到有一啲麻痹、跳動，又或者有其他嘅感覺。如果你想更加感受到腳底嘅感覺，你可以試下慢慢左右輕輕咁樣搖擺一下你嘅身體。當你搖擺上半身嘅時候，留意一下腳底嘅感覺係咪有變化㗎啦？你可以左右搖擺，或者前後搖擺。而家可以慢慢企返定個人啦。而家我想邀請你慢慢行幾步，仔細留意每一步點樣將重量由一隻腳轉移去到另一隻腳。當每隻腳踏實喺地下嘅時候，留意一下腳底嘅感覺，又有啲咩變化嘅呢？你可以喺房間裏面行一個細圈，感受一下大地點樣承托住你嘅身體。又或者你可以花少少時間，多謝一下呢雙腳，佢哋支撐住你整個身體，佢哋真係幫你做咗好多嘢。繼續慢慢行，感受下腳底掂住地下嘅感覺。而家請你停定，企好，靜靜咁樣企喺度，將注意力擴展到去你成個身體，感受住由頭到腳所有嘅感覺，容許自己感受任何呢一刻感受到嘅嘢，接受自己呢一刻嘅狀態，就係咁樣，冇嘢需要改變。